挖了2个钟头左右了呢，直播就2个钟头左右了。先挖右下角那边，然后有喷漆的，后来是被泥土遮盖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隐隐约约跟那个地上有那个长方形的人孔盖，然后2条白线，看，大概1公尺深左右了，1公尺深左右有台电哦，台电的管线呢。然后再来左下角那边大概78公分，不到1公尺左深，比较浅。哦，不明管线呢，那我有多粗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三角锥那个上半那边，管子白色的，哦，像人的头那么粗啊。哦，管子像人的头那么粗，白色。然后再来挖左上角，挖了2公尺深左右呢，没有挖到东西。然后右上角为什么不必挖？因为右上角那个管线是台电的线，台电的线一定是往北边到那个大楼住户，所以不必挖了，那就是延伸过去的台电的管线了。所以只有挖右下角、左下角、左上角，然后把那个土整理好了，可能还要铺上那个柏油了。刚刚听那戴白色工程帽的，那个可能是个小姐，学历比较高的人，可能做了来量呢，高度有多深啊，深度有多深啊，喷漆做记号啊，喷字做记号啊。他说要铺柏油路，要铺柏油呢。刚刚直播才11个人看呢。